戲院睇 AKB48演唱會 live。呢度日本美少女組合宅男嘅你，實知佢哋係邊個啦？上次嚟香港都好轟動噶啦，今個月開演唱會啦，冇錢去日本睇，有乜計呢？州立旗下3間戲院今個月會直播 AKB48嘅演唱會，將會係全港首創越洋衛星港日同步直播嘅演唱會，仲要係日本以外全球獨家直播嚟㗎。戲院有個最大嘅好處咧，就係話咧，佢可以喺唔同嘅角度可以睇到啲歌星嘅近鏡嘅拍攝啦。咁同埋戲院因為個音響設備亦都係本身係我哋而家用緊杜比7.1，咁又環迴立體聲，咁變咗咧真係可以置身現場，人現場一樣不特止，仲係可以睇到歌星嘅大特寫添。嗱咁又係啊，就算喺紅館睇，冇話山頂嘅朋友啊，坐中間位都未必睇得好清楚㗎。嗱，今次戲院直播演唱會票價最貴都係200幾蚊，買晒4場仲平啲添。佢哋話之前戲院試過播歌劇，世界盃直播又受歡迎，咁將來都會朝住呢個方向發展，希望吸翻啲人入戲院啊嘛。